大家好，我係5B 班16號嘅郭尚怡。今日我想為大家介紹一本有關中國剪紙嘅書籍。呢本書叫做《紙隙尋夢》。我喺呢本書裏面感受到中華民族嘅嗰種歷久常新嘅智慧，同埋佢哋對生活嘅美好寄願。呢本書雖然冇教授任何嘅剪紙技巧，但係卻娓娓道來一個個動人嘅民間故事以及係傳說。書中嘅作品亭台樓閣係以紮染之後嘅紙張製作而成，色彩斑斕嘅亭同埋塔喺山林嘅映襯之下別具風雅，打破咗大眾認為剪紙係以紅色為主嘅傳統思想。而新娘子哭離就描繪緊古時候新娘喺大婚當日喊得越犀利，就代表佢越有孝心。連哪吒鬧海都可以喺剪刀下面活靈活現咁樣展現出嚟，真係有趣。而其他嘅作品無一不顯示創作者嘅鬼斧神工，佢哋既要花心思嚟設計嗰個剪紙圖樣，亦都要好小心，因為剪紙係需要連貫，唔可以中斷，真係令人嘆為觀止啊！欣賞完呢本書之後，我對中國剪紙又有另外一番體會啦。希望你哋都鍾意啦，多謝。